喂，你哪做到目镜？哎呦，人老了咯。这是要老岁目镜。老岁目镜，真的。哦，你继续做。哦。我咱试看卖目镜一件出来有啥物分别啦？哦。哎呦。哎呦，忘了咧。忘了。你害我。到无？忘啦，阿哥。这个编织画就是爱浓眉嘛，所以就是真正切合的。会使无？别说啦。没有，对。那目标不能够完成。啊，对。啊，高见材料来款。喂，实创地咱们制定做。放一把镜。啊，咱们来讲无得了。嗱，我人咧，这个是迎春的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吼，我爱真正尊重的。我尊重变手工艺，但是我无尊重。我们在训练你的耐心。哦。金子报仇，免委婉。金子报仇。哇，这是阿你信心啊？是啊。你辛苦哦。哎呦，淡薄咯。哎呦，感谢。你这个念为咩干呢？目镜无水啊，嘛一副。哎，目镜水。我较水。华为。对啊。哇，哇，你个大了敢无大同款嘞？是啊，看会到无？辛苦。我会讲唔敢创地人了，我唔敢了。来，按摩啊！哇！看袂到就卖逞强啦吼。手不包的太方便了。反正都去放目镜，所以讲哦，下次不要做那种。我甲你讲，老人家咧。我甲你讲，我妹是真少年的，我就不是爱去做。来继续努力。好。